进前有官兵涉嫌卖公务机密，或者中共都要防起诉啊。近时搁再传出讲，这保来警官涉嫌泄露总统无公开行程和特定的证书，目前也防停职收押。立委是认为讲，这代表国家安全体系已经破空，要求国安单位呢，就要随启动下部会全面调查。 总统府外口戒备真严，不过即马所传出讲，总统外清的无公开行程和特定的人士来掌握，包括维安资讯等等。检方伫调查了后，发现讲涉嫌泄密的是一个负责总统维安的部落细组的警官。伫约谈了后，照泄密国家机密保护法这罪嫌，向法院声押准啊。那朝远遭羁押，本总队立即依《警察人员人事条例》第29条第1项第6款规定，予以该员停职处分。 那并秉持勿枉勿纵、那依法就办的原则，彻查到底，绝不宽纵，展现净化团队的决心。负责总统维安的天下第一营宪兵211营，进前才方表出讲有4个士官兵涉嫌卖公务机密，和中国防起诉。即马阁发生保6个警官涉嫌盗窃总统的维安机密。立委认为讲，这表示讲咱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已经出现严重不胖，要求国安单位应该是启动下部会全面调查。连续这样子那么多的事件发生，我认为国安单位必须要跨部会，不管是警、县、军，全部都要跨部会来彻底来被检讨一下，来看看说他们到底做一些背景审核的部分有没有出现问题。如果今天我们的正副总统的人身安全受损的话，那受损的会是整个中华民国的整体的国民的利益。所以该严审、该严查的，我们会全力支持国防部来严查。但是千万不要办了老半天，没有办出结果，没有找到真相。总统府的发言人郭雅辉表示讲，总统府尊重司法程序的进行，对个别人员涉嫌违法，唔那是伤害，平常是正拍拼的国军和警察团队，佮伤害个人和国家。国安局和总统府会依法来定处，绝对袂安尼就准拄煞。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审判阶段，总统府尊重司法的程序进行，而相关单位也会全力来配合后续的司法侦办。国防部长顾立雄讲，会持续来加强官兵的保防意识，而且进行风险管控的作为，来反制中国的渗透。国安局嘛发声讲，特勤中心是持续要求维安任务的编组人员遵守法纪，若是有违反相关规定的，依法来查处，绝对袂轻轻放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